全台湾有袂少基层卫生所，这专职医师和护理师拢无够。伫咧桃园咧，平均一个卫生所护理人员要服务17000人。市府表示，为今年开始会加请护理人员，要伫3年内加请18人，卖推动 AI 检测来减少人力负担。看病、抽血检验，还阁负责鼻门网癌的防治工作。大家区卫生所本来10个护理人员，各加护理长拢总11个，人力真严。5月底新增加1个护理人员，人力才有小可减轻。会通的会比较吃紧，比较没有一些休假日这样子。对，嘿，那因为这边我们卫生所礼拜六早上还有门诊，所以相对的同仁还要出来排班。但在美国护士的情况之下是做2休1，而且甚至有些州是不止做2休1的，甚至还有更多的福利。全台湾袂少基层卫生所欠缺专职的医师，连护理师都无够。桃园市13区卫生所护理人员原业203个，平均每一个护理人员爱服务的人数是11452人，嘛面临人力不足。在今年会增加6个人力，在明年后年会再增加12个人力，来补足这样人力的短缺。当然能够用科技的应用，让我们的行政效率更加好，也是一种方式。卫生局表示，因应人口增加，公共卫生业务的推动，人口密度增加各卫生所的人力。今年开始分作3年编列，每年6个护理人员，3年拢总18人，嘛推出 AI 检测，除了针对骨科、慢性病早期发现甲治疗，嘛提高效率，减少人力的负担。